上帝听我也听你。来讲一摆。上帝听我也听你。上帝一支的，我是一支的，所以上帝听我，真拍拼对边仔一个人来讲，我也听你啦。来，上帝听我。你敢知影？我前一遍来甲咱教会讲道时阵是当时，袂记得对无？后7月29，我讲什么地方恁知无？袂记得对无？啊！甲你学了，甲你摆摆手，更新甲医治。哎呀，安尼你有更新，你嘛得到医治。牧师讲道无什么特别熬甲含慢，毋过上帝话若伫咱，最少咱嘛会当记哩淡薄，帮助咱的心会当改变，会当更新，会当医治。这就是上帝话念伫人的心啦。所以有当时，哦，听足好诶，我请问讲啥？我就知影足好，讲无半句，安尼吼袂使，无求假。所以会早起，了解我吼，毋是甲你讲尔，我搁爱互你看，爱互你看。我要讲的题目叫做把握人生的目标，把握人生目标。可能我后一遍足久，可能因为牧师经道，我就无法度来教会讲道啦。毋过，无论安怎，上帝话，请你会记哩，踮你的心内面，拢正做你的帮助。常常会记哩，上帝话安怎来照顾你、帮助你，互你会当来得到保守。会早起，我感觉咱的教会。牧师去干咱在无伫中间，咱嘛逐个人尽心尽力尽性去听上帝。我讲把握人生的目标，这是咧讲到圣经即个马可福音第10章中间咧讲到一个技术，这个技术咧讲到一个真出名，但是伊真含慢的人，这个人。叫做巴底买，所讲的出名是，因为伊的名伫圣经内面有出现过，无你足出名，你敢有名伫圣经内底？除了马太以外啦。咱这无敢讲啊，无约翰啊，无啦，干那我马太，所以马太是福气文典满满的啦。但是这个巴底买啊，伊目睭青眉，目睭青眉。偌可怜，你敢知？你可能拢毋知，你拢毋知影目睭青眉的艰苦，你嘛毋知影目睭青眉的困难。来，咱中间黄丢了，来，请你徛起来，你徛后壁遐，你徛后壁遐，你莫摕物件徛后壁遐，徛。你徛后壁遐，好来，徛好哦，来看下这，目睭放哦，客袂使看。来，请你行来头前倒，慢慢仔行，目睭客哦，你着照你的方法行，照你方法行，慢慢想，看你想到啥？搁行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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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好动诶，好，目睭紧开，好来，换迄边。你刚行安尼时，请你甲咱的兄弟姊妹讲，目睭青眉，通拄你目睭青眉，看无物件，你会感想啥物？行路无方便尔，还佫有无？敢若无方便尔，伊即摆因为足短时间伊毋知影，来请坐。无行路无方便，我讲目睭青眉，毋是行路无方便尔，非常的困难。要趁钱，人啥要爱迄个目睭青眉？白白咧做，要包数字，目睭青眉，甲包目睭紧较紧。毋过你知影，目睭青眉你拢毋知影。我捌你体会到，我捌有一个课程，就是逐个目睭客，毋是3分钟、5分钟，是伫迄个课程内面，逐个人拢爱用一个镜仔拍起来，拢爱伫迄个中间学习，
目睭青眉时，你会感受什么款？你会学习什么款？你会看法什么款？你当时目睭青眉看无，你心内面的感觉什么款？那安尼你才有法度去体会到，迄个目睭青眉，毋是干那无方便尔，是非常艰苦，是非常的可怜，差不多会使讲人生无望吧。人生无望，安尼活你要创啥物？今仔日圣经的中间咧记载，即个底马的囝叫做巴底马，目睭青眉，伊会当甲人本领，做记者甲人本领。人生无有，安尼要安怎？你知影？人伫困难的中间，拢需要创新，拢需要改变。目睭青眉，你嘛会当改变，你嘛当来换新。啊，我著青眉，我著可怜，我著含慢，啊，我著一世人著叫甲我死死的好。我发现着足侪目睭青眉人拢真出名咧，你敢知影？贝多芬，目睭青眉，搁创咩啦？海伦凯勒，嘛是青眉，比你拢较出名，比咱台湾较高。目睭青眉是足困难，毋过会做大代志。所以咱每一个人目睭金，咱袂使输目睭青眉啊。所以咱爱学习，拢爱改变咱家己，毋通昨甲今仔日搁共款。今仔日若是含昨搁共款，表示你今仔日无进步，搁退步。我看到咱的圣教队，有进步呢。你含多数落啥物人？来，含多数落啥物人？哦，你含多听伊唱歌好听无？对，就是讲歹听的，后边就无爱唱伊听。伊会搁认真，伊会搁打拼，后边数落时会比即摆搁好，对毋对？伊今仔知影对搭唱无好，伊拢知，你免甲讲。伊拢知影，伊等于伊就开始搁练啦。伊就是啊，爱改变，爱来，互咱每一个人搁较好。所以咱来发现着，今仔日咱伫生活中间，咱来常常爱亲像巴丁麦有人生目标，只要有望啦，若无哇一天算一天。讲山中有千年树，世上难逢百岁人。假使你会当活100岁，哦，无简单呢。你毋知100岁吼，是10万人才有一个，你敢知影？10万人才有一个会当活100岁呢。所以你若当活到80岁、90岁，你已经算介够啊呢。但是活遐久、活遐尼老，有啥物意义无？有欢喜无？有人我伫病院看。哎呦，老师，我莫活好啦，我活到就87啦，啊，搁破这个病，啊，我莫活，啊，医生要搁甲我救，我叫我来医治，我莫啊啦，好啊啦，伊无爱活呢，啊，医生讲要救呢，因兜的所有人拢要救呢，伊讲啊，救我就是啥物路用？人搁有一撮人，讲我有90几岁啊，毋过我还搁活较好咧，嘛紧。医生啊，偌济钱你拢讲，我拢互你。我若无钱，我叫阮囝互你。我搁活搁久诶，奇怪，同款的年岁，无同款的人想法搁会无同款。啊，那你若活老，啊，你要搁活无要死？来活，咱这上侪位啥物人？咱即内底上侪位，来，咱来教会即摆上侪位啥物人？他们较8无较侪岁哈。来，只有85岁无？有无85岁？有无？无84岁、83岁、80岁、83岁。啊你咧？哦，即摆咱遮上老81岁，后壁搁一个啥人？82。哦，感谢主。哦，80几岁，搁看袂出来，哦，甲咱底大有。82岁，他们搁遮学，感谢主。你敢知影？人爱活久，拢毋是咱决定的。有个人讲吼，啊，我来活，我来死，结果
跳落到水内底，所以用球开，食沙喙水，搁用球开，也袂死，对无？迄有个人第16楼，讲跳落就死，结果摆骨登去尔，脚受伤尔，也袂死。毋是你想要死就会死呢？上艰苦死的足侪，阮病我看足侪。你睇下有种饮用药有无？啉巴拉爽啊，哦，迄个好哦，迄啉落了吼，足艰苦，就要死，哎呀，灌的，讲话口哨声，几日啊，有哪会好哦？但是你若啉盐酸啊，迄就足凄惨啊！哦，我看你啉迄盐酸啊，了，规个喉咙、食道拢烧起，你知毋知？啊，人搁活咧，够可怜，够可怜。恁若要死，毋通啉落，毋通啉迄。唉，我来看着，人爱活了爱好势，所以人爱活，人爱活。既然人爱活，就安怎来活？你咧活，就安怎活？你捌想过这个问题无？我看你拢毋捌想过。因为你拢相信讲你来活足久诶，无哦，足侪人伫艰苦破病，我伫病院看到足侪人拢想要活，因为因艰苦啊，因破病啊，拢想要活，无有一个想要死诶。有啦，有咧死诶，就是讲莫甲我医啊，莫甲我救啊，有啦。阮病院嘛有迄种人，但是足侪拢想要活诶。来10个是8个9个要活诶，敢若一个是讲安尼我无望啦，我死会好啊。人若要活，就安怎活？啊，安怎活？来，把握人生的目标。目标若毋对，人生嘛去了完了。来，我请问你，你人生有目标啊无？哦，我今仔日来遮，我看咱逐个人足认真、足拼命。来，含多啊！来，我这啥物丢了？来，啊，红丢了。哦，你上认真，请坐。目前活到即马，请你会当甲咱逐个人讲，你即马人生的目标是啥物？目标，去了民主，安尼就去种菜，安尼，种菜。你人生的目标是种菜？种菜，按去了上个来源啊，哇，种菜是我的目标。按咱煮来，佮讲到，佮想好哦。你的目标是种菜。啊，去了去煮啊。哦好，后壁即句较对哦。人生目标爱是常常去了煮，这是目标。OK， 这对。种菜毋是目标，你今仔种，明仔载歹种嘛，无要紧啦。哦，去了煮，这是目标。哦，好，既然若是要去了煮，咱就爱有几个方法嘛。人生的目标若抓准了，为着要去了煮，咱就爱有方法来达成这个目标嘛，对无？我今仔日伫咱中间，我要通过安尼，互咱做一个思考。你爱有目标，毋通凊彩活、黑白活、蓝插活，活一工算一工，无目标，那安尼你人生就惨啊！人生爱有目标，所以红长老讲，人生的目标是去了煮，所以我相信你会去了煮，因为你有下目标就好。所以要去了煮，咱有足侪方法咯。所以咱会当发现到，那安尼人是啥物上重要目标会无共。啥物是你上重要？上重要是啥？来，阮头前遮82岁，你活到即马82岁。来，我这啥？我这较古锥。红长老，哇！你咱遮拢四红诶，木薯也四红。啊？哦，黄长老，黄长老，王啦。王，读做王，老王的王，王长老，毋是王啦。哦，咱三横一竖读做王，哦，安尼是王，哦，王长老。来，请你告诉我，你即马上重要是？感谢主，因为你爱上重要叫健康，所以你即马无破病嘛吼，所以有健康。为着要保持你的健康，你逐工安怎活？
哦，啊，你甲你拢共款，天条主我搁主 ，OK。伫你人生的中间，告诉我到即马，无论你是80岁、85岁、13岁、20岁、30岁，请你会记哩，你拢爱知影，即马什么是上重要的？高中毕业，你甲问讲，你即马上重要是啥物？伊会甲你讲，我要联考，我要考调、代，迄落法律系、医学的，对无？来，阮这妹妹，我团队我咧创资料，来，这妹妹来，你叫啥名？啊？小青。什么是你即马上重要？结婚吗？无啦吼，无啦。哦，所以交男朋友唔要紧啦。什么是你上重要？讲我真哦。我即马要来，什么是你上重要？啊？啊？不是。哦，你是护理师。哦，你是护理师，你所以你即摆上重要这个，怎样来服侍这病人，甲你学咯。我老查某囝，我嘛要互我查某囝读护理系来做护理师，像小千安尼。伊即摆伊会当一个月赚5万块以上，大学毕业。哦，红长迄你的查某囝对无？是不是？上久哦。你无，你又唔知伊无啦。来，我伫平常知，阮的护理系毕业，我毕业会当赚3万5以上，伊若搁当暗班，会当到4万5。假使伊若是年资超过10年，伊绝对有4万5以上。所以即摆一个大学毕业生会当赚2万5，甲你拍歹数。因为即摆头路真歹找，所以你即摆若有第3万5、5万5，你爱感谢上帝。啊，感谢主！来，你即摆上重要爱服侍，服务病人。有足侪人拢毋知影，我即摆要创啥？我上重要啥物？讲我上重要就是人生活较久，食肥叫我推。即嘛是伊感觉上重要。毋过我要安尼讲，伫圣经的中间，我要安尼讲，即个真正可怜的巴蒂麦，伊安怎来了解人生？怎样来？把握的人生的目标，来，咱来看圣经中间哦，讲这个巴蒂麦，伊甲足侪人上山做伙，伊目睭青眉看无，伊足可怜的，干来当伫啥？伫啥？路旁边讨饭，意思讲，人做青眉，人本尔啦。啊妈，别可怜我三日无食，请你好心一个分互我一个钱啦，饭啦。你毋通讲分互我照火鸡，无人要送你火鸡啦。上帝是食剩了互你啦。伊真正可怜呢，伫路边咧共求乞，是安怎？伊听拿撒勒耶稣来，伊就话代表的子孙可怜我。因为这个可怜的巴蒂麦，伊人生非常艰苦。伊知影我目睭无看到，我一世人捡工，毋过伊知。伊是讲看无，伊知啥？伊有听人讲耶稣会当医治人的病，青眉会看见，眼角会讲话，变水会行，伊拢有听到。伊知影，这个耶稣若无该了了，找耶稣，我的目睭袂看。毋过青眉免对找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遮尔宽，当时也无捷运通坐，也无火车通坐。伊也无脚踏车通骑，到青眉伊是免怎去找耶稣，所以伊直奔，甲今仔日伊知影耶稣今仔日要来亚利哥，所以伊一天伊就开始坐伫亚利哥的大城门口，创啥？要来等耶稣，等耶稣创啥物？你来看哦，伊伫迄个中间听着。伊话伫遐啦，伊都无毋知耶稣对一个嘛。假算耶稣啊，叫你可怜我，对我。伊当咧话是边仔人讲，青眉较掂的啦。创啥黑白话？你有人责备有无？许多人责备他，叫他不要做声。我叫袂使出声，你毋通黑白话。耶稣伫遮对你话啥？但是啥？圣经描写讲吼，伊愈话愈大声。伊啦。即个机会，若许过，我就找无耶稣啊！找无耶稣，我
我就无啊，我就伫啊，所以我一定爱如法好大声，大边个子孙耶稣啊，叫你可怜我，耶稣啊，叫你可怜我，亲爱兄弟听完，你捌伫困难的中间呼叫耶稣名，耶稣啊，叫你可怜我，捌无？捌无？别个人拢福气啦，我牧师有一个甲我讲，伊嘛讲我呼叫耶稣名，我你讲，我嘛捌啦，什么时阵捌？当你艰苦的时。夭折的时，困难的时，唔知要安怎的时，你拢会呼叫耶稣名。对了，你嘛捌吼，对了，对了，你嘛捌嘛？马太你也错过嘛吼？即个福气的人拢捌呼叫耶稣名，和巴底麦共款。我今日讲巴底麦是咧讲什么？伊会当呼叫耶稣名，伫迄个中间，耶稣有听到无？有听到。别人叫点点，耶稣甲讲来，叫伊过来，叫伊过来。叫伊过来创啥？就对前面人讲，放心啦，起来。伊咧叫你，伊是啥物人？耶稣咧叫你。哎，这个前面巴底嘛，马上家花衫顿，谁啊烫衫？因一挂衫吼，伤过重，走袂紧，哩哩啦啦，无礼貌。所以伊为着要赶紧的，要紧的耶稣，将伊的泰戈衫脱掉，迄个哩哩啦啦的脱掉，迄个无好的脱掉，跳起来，跳起来。行到迄个耶稣头前，耶稣甲伊问讲：你爱我为你做甚物？你爱我为你做甚物？耶稣问这足有艺术的，因为耶稣问伊讲：哎哟，啊可怜呢！啊你叫什么名？哦，你叫巴底麦哦！啊你偌久无食？啊你是偌瘦？啊你生哪个囝？啊你伫倒来？啊你安怎分？啊分偌济？啊有够可怜哦！耶稣不问这个，一个人来找你，问到一支病了，讲啊歹势，我嘛，你讲我嘛无啥物钱，啊你有可怜无？有可怜啦！你敢知影巴底麦？伊看到耶稣叫伊来，佮甲伊问讲：你爱我为你做甚物事？你敢知影巴底麦伊安怎应？你先看圣经，伊安怎应？马太他怎么应？假如你是那个巴底麦，你安怎应？唔对啦，你会讲耶稣啊？哦，我都10几天分拢无啦，我3天无食哈，我3天无食，我有够可怜的啦。请你可怜我啦，耶稣啊！哦，我咧千里迢迢找你找到久啦，啊你互我一寡钱，互我较好起来咧。啊，无我咧青面拢袂好啊，无法度，你互我较好起来就好，唔通互我分。你一定安尼叫呀？啥物咧？目睭我要看见，搞骗。但是这个巴底麦，伊伫耶稣头前，伊知影，无论钱，无论啥物好药啊，无论啥物种的，会当来感觉，啥物衫，啥物荣华富贵，对伊来讲，拢毋是上重要。即摆伊上重要是啥物？目睭爱看见。伊上重要就是目睭爱看见。我对这少年到即摆拢青面，哪有可能呢？毋过伊存着信心，讲甲耶稣讲啥？耶稣，我爱看见。伊伫遐讲耶稣是讲老师啦，讲廖波尼啦，讲廖比啦，讲先生啦。老师啊，廖波尼啊，我爱看见。这是一句带着信心的呼喊，是带着信心的要求。每一个人来到耶稣头前，拢爱带着信心的要求。才有法度通伫耶稣头前来得到医治。所以耶稣讲：去啊，你的信心甲你医好啦。哎呦，这对话中间咱敢看见，你爱耶稣，就马上互你呢。伊无问讲：啊你来讲叫我医治，啊你有咧祈祷无？你有咧看圣经啊无？啊你祈祷几摆？啊你有找医生无？啊你？有好啊灵修，有好啊跪咧祈祷，有好啊讲安怎目睭安怎会好无？你捌安尼无？耶稣拢问这啦，拢无问啦。耶稣一看就知影，你信心给了你好啦。这个青面马上会当看见就起来，分对耶稣。这个圣经节其他讲啊足清楚的哦，一世人你唔通袂记哩。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，这个圣经节。
真简单的对话，伊讲到啥物话？足多，可能你有听足多牧师甲你讲过即段福音的圣经的代志。我今仔日牧师，我要甲你讲，你爱亲像巴底买，聊聊你人生的目标，互你会当伫即个中间来学习即个上重要的事。所以上重要的事，你应该爱学习。有人为着上重要的事，了去真侪健康，了去真侪钱，互伊拼性命，为着钱走天涯，也无法度叫伊，互伊的目睭直直看去，乱愈看无，愈来愈青霉。今仔日咱每一个人伫咱生活中间，真正爱学习打点卖这种精神。到底你爱趁偌济钱，才会当教诲？俗语一句咧讲良田啊，良田啊，吼，真侪国语安尼讲，良田万亩啊，日食三升啊，大厦千间啊，夜明八尺啊，你听有无？你的大楼大厝介济啦，毋过你困嘛是8笑尔啦。你的餐厅厝底真济啦，毋过你一工干那食2碗饭啦，是输尔啦。你挣遐济钱，你也挣遐济米，你趁遐济钱，你外交开外交用，啊，到底你咧努力啥？你咧拍拼啥？所以今仔日你毋通讲你迄个人不然千万，不然1万厝，不然计偌幸福的。我咧讲，伊比你较无幸福，伊逐工为着即个厝拢过袂去。伊逐工钱遐济，拢烦恼甲头毛拉了，胃拢袂消化。加在咱拢无即个问题，因为咱无产遐济，咱无厝遐尼济，咱嘛无钱遐尼济，所以咱拢毋免烦恼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对。感谢主。咱要学巴底卖伫咱人生中间，真正会当来学习，怎样伫上帝面前会当见到耶稣时，会当讲出你人生上重要、上好。讲人生啊，有5粒球啊，5粒球。人生5粒球，第1粒球叫做工作，第2粒球叫做家庭，第3粒球叫健康，第4粒球是朋友，第5粒球是心灵。这5粒球拢伫你人生的中间射来射去，你拢总捌甲佚佗过，拢伫你的中间。但是我要安尼讲，工作这粒球是用陪做的啦。你做了，伊个你甲拍落，伊个跳起来，拍落伊个跳起来，拢会晓互你去做啦。工作拢做袂完的啦。其他4粒是用玻璃做的。拢袂使去卸甲落落啦，亲像讲，你的家庭若去卸落，家庭就无法度通幸福。你的健康若是失落去，要搁健康真困难，会破去。你的朋友若是还没找，要搁有好朋友也困难。你的心灵若是向孤单。是真困难。敢若工作，即粒是用陪做的，拍落搁跳起来，拍落去，永远做袂了就是工作。所以你若了解安尼时，你应该爱伫你人生中间，搁较有目标，搁较有智慧去做应该做的事啦，应该做的事。所以咱会当发现到，真正的巴底买，伊认真拍拼伫上帝面前，伊了解前我青面，今仔日。我爱看到，前我青面啊！我爱看到。我毋是有钱就当我目睭看到，我毋是有钱就当我目睭看到，所以我应该伫上帝面前学习怎样来做，来第一项。要把握人生目标，创新的巴底买，伊第一项甲咱教讲，咱爱有赢家的思考态度、行为规范。第三，还有赢的思考模式、甲行为的规范。我讲的这较粗，我会解说，我会甲你解说。
该做啥？讲这个巴蒂麦，伊伫人生中间，伊是青梅嘛，咱会当做啥？我跟你讲，以前的巴蒂麦青梅，伊敢会当讲本领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即摆青梅人，伊会当做啥？来，即摆青梅人会当做啥？哎，太厉害咧！哦，会当唱歌，亲像迄个真出名的青梅唱歌，叫做啥名？萧煌奇。啊，搁迄个流浪到淡水，李平会，除了唱歌以外，搁会当啥？掠人按摩咧。即摆青梅嘛，不然方面会当去努力打拼咧，会当去做人生的路。古早爸比嘛无遐尔好康啦，什么都不能做，生活拢袂当，干来当啥？阿嬷伯啊，求你可怜我三工无食。国家目屎流，无人要分互伊。伊敢会当做这尔，剩的拢袂当。迄个巴基麦，伊掠着人生目标，伊谈着耶稣伫倒一搭。伊知影我若无着耶稣，我的青梅会当得到伊治。我以前未看到，我即摆会当看到。当我会看到时，伊就会当讲一句话 ：I can do anything。我会当做任何一样代志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伊人生目标有清楚，真清楚。当伊人生目标真清楚时，伊知影，我目睭若是看到时，我就会当改变我的人生。所以为着目睭要看到，伊爱安怎做？伊爱试过探听，对着好医生会当医治我目睭。毋过看来看去，拢无人会当医治人青梅人目睭，因为当时眼科无遐尔好。但是伊敢若会当知影，哦，有一个耶稣，拿撒勒人，伊是上帝囝，大必的子孙，大必的后裔，伊会当医治足侪人的病。我是青梅，我来找伊哦。所以为着要来找耶稣，伊毋知找偌久的。伊毋知听人讲耶稣今仔日遮明仔在伫遐，耶稣拢安尼四过，伊到每一个所在，犹太全地咧行咧传福音嘛。所以伊毋知耶稣伫对，但是伊会当探听，今仔日耶稣要来遐里高。所以可能昨暝就伫遐接位啊，伊就知影讲，我一定爱伫遮等着耶稣，这是我人生上好的机会，因为我人生目标就是我爱看。所以，伊改变伊人生的思考模式，伊开始用伊的行为来换出伊信心的功课。伊知影耶稣一定会当医治我，所以伊就伫遮等，伫遮互耶稣来甲医治。伊知影耶稣毋捌伊，伊也无挂号，伊也无亲人甲讲这耶稣是啥物好朋友，伊拢毋知。毋过伊干那知影一项，我若大声喊发，耶稣会听到，所以就开始发大笔的子孙啊，大笔的后裔啊，耶稣啊，求你可怜我。你敢知影？这个青梅巴基麦，伊安尼呼唤时，是要创啥物？要得到医治。伫咱生活中间，咱捌喊耶稣的名无？伫你上困难的时，你捌伫遐中间讲耶稣啊，求你可憐我。求你可怜我，帮助我无？你要安尼话，若捌的人，我来讲，你的信心是定很高落。你阁有一个叫做啥？想要改变你家己，就赢家的思想。你有伫遐等，伫遐等耶稣，你就知影，你会当伫迄个中间来得到耶稣的医治。所以你用你的行为去面对这个困难，所以你就知影耶稣会当医治你，绝对能帮助你。所以你伫遐等，所以要发，因为伊互耶稣听到。所以今仔日咱每一个人伫生活中间，你应该伫上帝面前，你甲耶稣讲：耶稣，我伫遮啦，我是你的囝啦，我仰望你做你的名啦。我几啊遍伫你面前，我所求的，请你甲我了解。你有改变无？你捌画过无？你捌将你人生目标甲耶稣讲过无？
所以你若甲耶稣讲过，你着当伫耶稣面前来得到帮助。第二，你要有改变，改变是种内心心灵的力量，甲接受外在行为种表达。有人有亲像巴底买迄种的需要，想要看去，毋过永远拢看袂到是安怎，都毋捌找着耶稣，伊也无想要改变。哎哟，我对细汉到即摆已经袂歹啊！我着找袂遐久啊，我嘛是安尼行，嘛是有咧行，我嘛是安尼食，着逐工本头报啊，我着人哇，我是拍拼要创啥？我都通搁看去嘛，我着无法度看去，所以我着毋免安怎求嘛，我着逐工安尼本就好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逐工伫你生活中间，你捌改变你家己。我嫁着即个歹翁，我着歹翁嫁着就凊彩啦，无要紧啦。我着娶即个歹某，就好啦，凊彩啦。我着也袂趁钱，我搁安怎我着安尼，我着倒仔遮就好啦，无我是要安怎？咱病院真侪人医袂好，医生甲讲，我着遐尔好的药，我甲你医，你才袂好。是安怎袂好？因为伊无够遐想要将伊医好，讲我着安尼就好啊，医好袂好就煞，死就煞，所以永远袂好。所以你的行为要改变，你的思考要改变，你的心灵要来挖靠主。所以咱伫咱信仰中间，足侪人信仰说，信一世人无啥物改变，是安怎？因为我着安尼就好啊，无是要安怎？我都无想要改变，我都无想要来换新，我都无想要好嘢。我想要来好嘢，我想要来改变，我想要来释放，我想要来，我无想要改变，所以永远你就是安尼。告诉你今仔日，你若是讲你要趁大钱，你要服侍上帝，你要做一个好的护理师，你要做一个真好的钢琴师，你要做一个真好的爸爸，咱逐个人拢爱想看卖，你爱改变什么？你行为爱安怎换新？你唔通像古早安尼要甲换新，无可能嘅代志啊，没有可能。你娶了歹新妇，你甲人讲迄新妇偌歹拄偌歹，讲互听，讲互听，讲互听，讲到迄新妇听咧到底，伊入反坦讲阮大家拢黑白讲，我会歹话互别人听。安尼关系好吗？袂好。娶了歹新妇，你也为祈祷，你家己爱改变，你也想讲，我的歹新，我的新妇毋是无好，是我因为大家相嫌，就爱甲伊管，就爱甲伊讲，你人做人新妇，你着爱知影。目睭变较尖的，毋通啥，毋通睏甲收过话，目擦脚，搁下咧结甲头，搁安怎啊，搁甲一大堆，安尼你就无改变。你若要互别人改变，你要先改变。你若无改变，你永远看别人，你拢看到是你的对敌，看到你的艰苦。但你的心情来改变，当时啊看的歹人，我变好人，你敢知？对无？当你心情来改变，你就袂生气；你心情来改变，你就有迄个气力往头前行。你迄个接受外在行为，你就强起来，你就强起来。所以咱就当发现到，当巴底买伊想要来得到看见时，伊有啥物改变？伊来到亚里哥，但迄个大门口真正大声话，伊有想要改变？讲耶稣啊，求你可怜我。耶稣问讲：你爱我为你做啥物？伊无讲耶稣，我爱钱，我爱足济。耶稣袂回个，伊敢人知影耶稣医治我目睭。我今仔上重的就是我目睭爱看去。伊甲耶稣讲，我爱看去。耶稣用啥物药互伊无？耶稣有伫迄个中间用啥物来解顾无？拢总无。但是伊是安怎目睭会翘会看见？你敢知？信心会当医治啦，就是安尼尔。这就是信心。所以你伫你生活中间，你爱就巴底买来看，你爱看。有当时咱就看到电视中间咧看到，迄水灾时啊，地震的时，足可怜的啊！你看了到地，拢会流目屎。就看紧抄迄电视，讲迄捐款的，要走的，紧抄偷的了后，你搁拍，你这怎么要解多钱要了？你就偷的，马上。3000、5000、1万拢紧寄，因为迄足可怜的啊，有无？咱拢安尼做，可怜，毋
你若毋是基督徒，可能你就想讲啊，我来紧来修行啦，我若基督徒，我来紧来参加布道会啦，来祈祷啦，来天主教讲告诫啦。问题是啥物？来看上目标，我写伫上目标。问题是，过灯当下早起，你行去你办公室，哇，你嘛是大声大喘啊，照常原形不变啦。今仔日礼拜天牧师讲了后，等下下昼就含恁某相骂啦。讲人牧师今仔讲你爱改变，你拢有够差啦，就是你无变啦，你就安怎去到了出来面目当下，你想，迄个阿某会改变吗？会改变。因为你拢听咧讲牧师讲，你转来甲伊某讲，你今仔无咧办，那牧师讲你爱改变，就是你啦，你爱办。歹势啦，你若无改变，你叫别人改变真困难。所以你爱先改变你家己。你若是无改变你家己，你要改变别人真困难啊！所以你啊，学习怎样伫咱生活中间来好好真正发展。因为迄个下骹吼伤过低，看无。我其实我写一句足重的字，因为迄个较高较低咧。OK。好来，多谢谢马太啊，多谢。好，谢谢。我写一句足重的，咱请咱详细问咱家己。到底你改变了偌济？你改变偌济？你若无改变，你叫别人改变，真困难的，真困难。所以你讲别人唔对时，啊无你也咧活对。所以你爱先改变，你才办到。哎，第三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讲较紧。你会当选择你家己所爱生活甲目标，但是。你所有的选择，拢是靠耶稣教会，请你会记哩。当你靠着耶稣，你抓到人生的目标，你唔通讲我足够的。好，今仔日因为我会当考到台大医学的，是我认真拍拼，我今仔日才有的。安说，你若无靠着耶稣，你今仔日医学院读袂毕业，你读毕业你也袂做好医生啦，因为你外口，因为你。相信家己太济，所以今仔日咱人坐遮敬拜上帝，是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有这种信心付出，讲上帝啊，求你用我，求你帮助我，我才有法度伫遮唱歌，伫遮侍奉，伫遮弹琴，伫遮做上帝的工啊！你是靠着耶稣教会，所以你唔通讲哇，我外老我拄外的，唔是。所以你会当选择你家己所爱生活个目标，你唔通甲耶稣下背，今仔8点仔会当。看到是因为足够吗？对啦，伊有努力啦，伊有拍拼啦，然后伊嘛有改变，但是什么人互伊好的？耶稣。所以今仔若无等耶稣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咱今仔日伫咱生活中间，咱爱学习这种的问题，改变咱家己，来靠耶稣来得到真正的帮助，靠着耶稣来真正的帮助。你当知影，有足侪人。无啥会改变，因为啥？你若要改变，就爱讲哦，了足侪钱，了足侪机会，啊，才来想要做。其实，你讲知影爸比嘛，伊分钱就好啊，逐工生活安就好啊，啥物就改变。但是伊看来到遮等耶稣，大声话时，有人讲点袂使讲话，伊不怕强权，袂使讲话，我就愈话愈大声。今仔日你看着耶稣，你。要信耶稣，你会当愈话愈大声袂假啊！你唔通惊。今仔你信耶稣，你就大声讲者。阮细汉时连续礼拜，无像即马较好，拢免摕圣经正字。阮细汉拢爱摕圣经，摕咧迄礼拜。若问讲，啊你要透早你就要倒？讲无啦，要来去啊！啊你手摕啥？无啦，无啥物货啦。今仔讲我是基督徒。我讲啊你搁笑，真正咧。即马你伫路上看，你共讲你是基督徒，你会敢讲？啦，我共讲我基督徒，等你用放，你个车去用放风，因为我做基督徒，我的车袂使停在人店口嘛。我若停的，等下去用放风。讲，歹势，我是基督徒，你互我停一下啊，等下甲你玻璃刷破。所以咱伫咱生活中间，咱来学习
真正你若要选择你好的，你靠耶稣，唔通靠家己。所以你若靠家己说，你若要有真正的改变。巴蒂曼就是安尼，我爱改变。以前我青梅，我咧做分呢，即摆唔免分啊啦，因为我要选择我所我目睭爱看，这就是我所选择，这就是我想要改变的。来，最后一项，假使你若要来完成你人生目标，即摆若改变，即摆选择还袂晚哦。即摆开始还袂晚，足侪人拢会甲我讲，牧师啊，我著食甲较老啊，我敢着搁安怎？啊，我著某娶咧啊，我敢着搁安怎改？啊，囝生落啊，我敢着爱安怎努力打拼？唔免啦。哎，牧师啊，我著发大哥，我著想要减肥，我敢着搁创啥物啦？我著肥一个早肥到即摆着安尼着，所以我若瘦落啊，我的衫我袂穿一你敢知？我毋免瘦啦。啊，医生讲我安怎，我著无要紧啦，凊彩啦。这著是拢无改变。伫今仔日的生活中间，你下定决心，也袂慢。巴蒂麦伊伫人生中间，伊想讲，我前青年，今仔日我爱看到，我绝对爱改变。今仔我来耶利哥门口，我绝对要等着耶稣，我绝对要听从耶稣。人叫我袂使活，我愈活愈大声，我一定耶稣爱救我，我一定爱看到。所以下骹我写一句话啊，加在马太看到9:9啦，无一句话你看无。来，请马太你甲我读一遍。立下的决定就是行动的开始，也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好，你要互家己有一个机会，你绝对要互家己有一个机会，就是爱改变你家己。你即摆开始，以前袂晓唱歌，即摆认真唱歌，毋捌祈祷，开始祈祷。你毋捌什么是耶稣恩典？即摆爱去请教人，什么是上帝恩典、耶稣恩典？无你嘛爱学阮红长老安怎去疗主，对毋对？阮红长老你看，这查甫的家财感谢主。来，我搁讲一项哦，因为我看到红长老今仔日毋是头毛洗了真水尔，伊搁管的骨带。我想管的骨带毋是伊爱挂的，嘛毋是讲普通时爱上班爱挂，可能伊爱上班毋免挂，今仔日礼拜爱挂。我后壁搁一个穿西装管的骨带，有两个吼，有两个吼。感谢主，来，我搁讲一个，这和咱今仔日真正小可有关系，但是毋是足大关系。查甫甲孙啊，穿西装管的骨带，也是无穿西装有管的骨带来教会礼拜教会较济，也是女的若穿水水，你今仔日是穿的衫是要参加婚礼，要互请伊试衫，那安尼我就是甲你拍算。今仔日礼拜凊彩穿落来，我就甲你讲，你安尼无啥礼貌见上帝。今仔牧师来咱教会，我敢会使凊彩穿一件运动衫来讲，我要讲道。你我要讲道尔，你甲我管头我要穿啥？我若穿一件运动衫来讲道，我转去了后，万民教会就甲我讲，迄个威武武，今仔足无意思的。咱别人拢穿西装来讲道，干来穿运动衫来，我一世命都凄凄惨惨嘛，对毋对？所以你来敬拜上帝，来真正下定一个，互家己有一个机会。是安怎？阮病的护理师爱穿护理的衫，以前佫有戴帽仔，即摆毋免戴帽仔，但是是安怎爱穿白衫？以前是安怎摕迄个白衫？是安怎？迄个就是医治人、帮助人、服侍人的一个形象。像牧师来穿牧师服，挂这个白甲啦，这就是牧师的形象。这是互家己有一个机会来为上帝做工的机会嘛，所以咱会当发现到行动，就是互家己有一个改变的机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即摆开始还袂变啦，还袂慢啦，请你毋通伫遐讲。来，无论你想啥物，现在就要做；无论你想啥物，现在就要做。有一个真出名的画家叫克隆，伊为着一个少年的画家来甲伊含这指导，甲伊讲，你着安怎修改，这个图着安怎？哦，伊来多谢到要死。这个少年呢，就讲安尼好啦，我将这张图去当明仔载吼，我就全部修改好势。这个科罗非常的激动，伫遐来讲啥物？想做到明仔载，他说因为你若死，明仔载无机会改这张图。伊无爱讲，你即摆我伫遮，你爱改，我甲你修改过会好啦。你明仔载倒去，我无爱来看，你甲你改就改袂好啊。伊无安尼讲。毋过即摆你若无改，
明仔载你若死，你就无机会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即摆你心中甲耶稣讲，耶稣啊，我所有袂歹，我即摆要来改，来，耶稣啊，我即摆所有袂歹，即摆就要来改。你也下定一个决心，可能伫咱生活中间，咱会真侪机会，互咱改变，毋过咱拢无掠着迄个一道机会，无掠着机会就无法度。所以一个人心灵改变，就当把握人生的目标，就亲像巴蒂曼，我爱看见，所以我把握这个目标，我真正是着看见。所以把握人生目标是咱人生的中间一个更重要的事。咱毋通逐工怨切，逐工嗨惨，逐工伫遐讲我无可能，永远就死期。永远都无法度通进步，因为耶稣袂爱这种的人。我要讲一个最后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你也看遮，讲有一个人名叫陈国文。这个陈国文啊，伊啊是一个法官。伫去年2011年7月23，报纸新闻报足大篇，伫遐报一个，互社会大众真正惊动。伊的标题是啥物？讲国内第一终身一个法官不爱做，去做啥？去做牧师啦。终身的法官不爱做，去做牧师啦。你敢知影做法官偌钱？做法官偌高？做法官趁偌济钱？这个报纸安尼报，讲这个陈国文这个人，伊伫高等法院上班，伊53岁，伊就申请退休。53岁，伊就申请退休。伊伫2011年8月初开始，伊就退休，伊要去做牧师，要读圣人经。这个法院伫遐甲伊翻送，讲祝你安怎？祝你法官愈做愈高，毋是？讲祝你转换跑道成功。53岁，若做法官做到70岁。会领偌济钱呢？伊法官就会摕120万的薪水。伊若到70岁退休，会当安遐终身俸呢？伊大概53岁退休到70岁退休，伊大概减领2000几万，咱甲算过啊。这个人头壳就是歹，头壳空的。伊是安怎跳落这大？人大讲你是咧跳火坑哦，人大拢做法官拢做袂成，检察官拢做袂好诶。你即摆有通做，个人领钱，佫做啊遐尔好，是安怎你无爱做？陈国文讲无法度啦，因为有一位听我诶上帝甲我呼叫讲来做我诶工。所以伊讲好，我法官无爱做啊，我要来做牧师诶，来做牧师。告诉咱若要了解这个陈国文。请你伫电脑中间，你拍陈国文，伊就走出来。你甲等找看卖啊，有多赞，伊会改变，互上帝的名继续荣耀。感谢主，伊会改变。你毋知因兜是，毋是拜本尔咧，因兜咧开庙店咧，因母咧做当机咧。你法度人信耶稣，哇！感谢主，足报见证。你。因为我今仔无够时间通讲这陈国文的故事你听，等有机会，你伫电脑拍陈国文，伊就甲你讲，这个人做啥物？因为因上帝要通过这个人来做拯救人的工，所以咱会当发现到，只有你若把握你人生都有永恒都有机会都有机会来。最后，我要用圣经节和咱做一个思考，这是伫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哥林多。老人伫减伫基督，就新创造的旧的代志要过去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来，咱用国语来读一摆好啦，来，即无论谁一旦有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。这下骹是和合本的我感觉和合本我读得较习惯。我们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新造的人来改变新的代志。旧的代志要过去，一切都变成新的啦。这就是保罗甲你讲的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要甲你讲，祝大家有一个喜乐平安的人生，把握人生机会，抓条真多改变。你今仔日会当改变，信耶稣得到真正的基督甲平安。请阿爸来祈祷，亲爱的爸，我的上帝，帮助我每一个人会当亲像巴蒂麦，抓条人生目标来得到看见。
愿上帝收束，我今日改变，对即摆开始也未慢。主，愿你收束各位弟兄，恳求感谢，靠主耶稣名，阿门。